Hello， 大家好，我係 Jason， 歡迎大家收睇 J 式會社。如果你係第一次嚟我嘅 channel， 呢度逢星期四晚10點會有新片。依家主要分享哲學史同埋唔同哲學家嘅思想，未來仲會探討歷史同埋其他有趣嘅知識。如果你對呢啲內容有興趣，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支持我製作更多嘅影片。多謝大家。想象一下你每日朝早嘅日常，喺床上面瞓醒，雙腳踏上地板，感受到大地嘅支撐。跟住你行入浴室，打開水龍頭，用清涼嘅水嚟洗面，然後你推開窗，微風吹入室內，之後你行入廚房，開火煲水，準備沖茶。呢一啲看似平凡嘅日常，卻正正係我哋同宇宙互動嘅縮影。古希臘哲學家欽培多克勒認為，萬物都係由土、氣、火、水4種基本元素構成，構建出我哋嘅世界。上一集我哋探討咗巴門尼德嘅哲學，佢反對克拉克里特萬物皆流嘅觀點。克拉克里特認為變化先至係宇宙唯一不變嘅秩序，而巴門尼德就有相反嘅立場。佢認為萬物嘅變化都只係幻象，成個宇宙實質係一個永恆不變、唔可以分割嘅整體。佢將宇宙描述為一。今集嘅主角欽培多克勒認為巴門尼德同埋克拉克里特嘅哲學都各有可取之處，但係都過於極端。因此欽培多克勒嘗試調和佢哋兩個嘅思想，並喺呢一個基礎上面建立自己嘅理論。欽培多克勒大約喺公元前492年出生於希臘殖民地阿克拉加斯，即係今日意大利西西里島嘅南部。同巴門尼德嘅家鄉伊利亞一樣，阿克拉加斯同樣位於意大利嘅南部。傳說中，欽培多克勒曾經係巴門尼德嘅學生。無論佢兩個係咪真係有師生關係都好，佢好明顯深受巴門尼德嘅影響。唔單止同樣用詩嘅形式嚟寫作，仲喺一定程度上繼承並試圖修正巴門尼德嘅哲學體系。欽培多克勒唔單止係一個哲學家，佢仲係詩人、科學家，甚至仲係一個神秘主義者。據傳佢曾經學習喺我哋前幾集入邊提過嘅畢達哥拉斯學派嘅輪迴轉世學說。儘管佢對呢個學派嘅接觸可能係源自當地嘅傳統，而唔係直接去畢達哥拉斯學派度學習。佢出名擁有傳奇嘅性格。據說佢曾經自稱係神，最終佢為咗證明自身嘅不朽，跳咗入去埃特納火山入邊，留下咗神話一般嘅結局。佢嘅哲學嘗試調和前人嘅思想，特別係巴門尼德同埋克拉克里特嘅觀點。欽培多克勒嘅作品同埋巴門尼德嘅作品一樣，都係用長詩嘅形式嚟帶出佢哋嘅思想。後人對欽培多克勒思想嘅認識主要係嚟自佢嘅兩篇長詩《論自然》同埋《淨化》嘅殘篇。後世普遍認為佢係最後一個用詩歌形式記錄自己思想嘅希臘哲學家。喺過去幾集入邊，我哋探討咗幾個試圖解釋世界本源嘅哲學家，例如米利都學派嘅泰利斯認為水係一切事物嘅根源，而佢嘅學生阿拿克西曼德就提出咗一種更加抽象嘅概念阿派朗，即係一種無限、無邊無際而且冇確實形態嘅本源。萬物都係由阿派朗而生，最後亦都會回歸於阿派朗。而以弗所學派嘅克拉克里特就認為變化先至係宇宙嘅基本法則，並將火視為宇宙秩序嘅象徵。喺正式討論欽培多克勒之前，我哋要先回顧下米利都學派嘅發展，特別係我哋仲未深入探討過嘅哲學家阿拿克西美尼。佢係阿拿克西曼德嘅學生，同泰利斯仲有阿拿克西曼德一樣。阿拿克西美尼堅持一元論，即係宇宙嘅萬物都係源自單一嘅本源。然而，相比起阿拿克西曼德抽象嘅概念，阿拿克西美尼提出咗一種更加具體嘅元素——氣。阿拿克西美尼認為氣係宇宙嘅基本物質，佢透過稀薄同埋凝聚嘅不斷變化，形成世間嘅萬物。當氣極度稀薄嘅時候，佢就會轉化為火。而隨住氣逐漸凝聚，佢就會依次變成風、雲、水，最終形成土地同埋岩石。然而，欽培多克勒對阿拿克西美尼等前人嘅理論並唔滿意。佢認為世界冇可能係由單一嘅元素構成，
因此佢綜合咗前邊所講過嘅哲學家嘅思想，佢提出世界係由4種基本元素土、氣、火、水共同組成嘅。佢話有時它聚合為一，從眾多之中形成統一；有時它又分裂開來，使統一化為眾多。火、水、大地與高聳的空氣，呢4種元素本身係不變嘅，但係佢哋可以透過唔同嘅組合構成世間嘅萬物。佢有時會將呢4種元素稱為根。呢一個理論標誌住因培多克勒對傳統一元論嘅突破，令佢轉向多元論嘅立場。多元論認為世界並唔係源自單一嘅本源，而係由多種唔同嘅元素互相作用而構成。因此，因培多克勒成為歷史上最早嘅多元論者之一，後人多數將佢歸類為多元論學派入邊嘅成員。除咗米利都學派，因培多克勒亦都深受克拉克里特同埋巴門尼德嘅影響。佢認同克拉克里特嘅觀點，即係宇宙嘅本質就係變化，但係佢唔完全接受巴門尼德主張嘅世界係一個永恆不變嘅整體。儘管如此，佢仍然部分採納巴門尼德嘅哲學，特別係無中生有係冇可能嘅，即係萬物唔會憑空產生，亦都唔會真正消滅。因此，因培多克勒認為宇宙嘅基本元素土、氣、火、水係不變同埋永恆嘅，變化只係元素嘅重新組合同埋分離，而唔係真正嘅創造同埋毀滅。因培多克勒認為世界嘅變化並非好似巴門尼德所認為嘅幻覺。當物質分解嘅時候，元素會分離；當新嘅物質形成嘅時候，元素就會重新組合。佢相信宇宙係一個動態嘅系統，4種元素喺度不斷分離同埋組合。相較於巴門尼德認為宇宙僅僅係由一構成，因培多克勒主張世界係由多種元素土、氣、火、水嘅集合。呢個觀點既保留咗巴門尼德對存在者永遠存在嘅強調，又可以解釋世界萬物嘅變化。為咗進一步說明變化嘅機制，因培多克勒提出咗一個接近克拉克里特嘅衝突同埋對立統一嘅概念。喺之前探討克拉克里特哲學嘅集數入邊，我哋討論咗佢嘅名句：戰爭是一切事物之父。因培多克勒提出宇宙運行嘅2種基本力量：愛同埋衝突。愛促使4元素結合，形成新嘅物質同埋生命。衝突就會導致4元素分離，造成事物嘅解體同埋滅亡。呢2種力量不斷此消彼長，令到宇宙處於萬物皆流嘅永恆變動之中。因培多克勒話，事物永不停止地變換位置，有時透過愛合而為一，有時又因衝突的排斥而各自流向不同的方向。呢2股力量主導住宇宙嘅循環。當愛完全主宰嘅時候，元素彼此就會緊密結合，生命就無法形成。當衝突完全主宰嘅時候，元素彼此就會分離，萬物會解體，生命就會消失。當愛同埋衝突達到平衡嘅時候，萬物先至可以形成同埋存在。此外，因培多克勒嘅動態宇宙觀唔單止受到克拉克里特對變化嘅強調影響，亦都同阿勒克西曼德嘅觀點吻合。因培多克勒認為宇宙嘅形成同埋滅亡並唔係單向嘅過程，而係一個無止境嘅循環，萬物不斷經歷組合同埋分離，呢一樣嘢構成咗宇宙運行嘅永恆法則。佢話萬物的聚合孕育了事物的誕生，而分離則導致事物的毀滅。呢一種循環模式同佢提出嘅愛同埋衝突互相作用原則呼應，進一步說明咗宇宙變化嘅機制。當元素因愛而聚合，生命得以孕育；當元素因為衝突而分離，萬物就會解體。正正係呢一種平衡同埋變化之中，宇宙維持住佢嘅動態秩序。呢一種宇宙嘅循環唔單止適用於自然界，亦都影響住生命嘅演化。因培多克勒提出咗一種類似進化論嘅觀念，佢認為最初生物嘅器官係獨立形成嘅，
透過愛嘅作用組合成各種嘅生物，但係只有適應環境嘅生物先至可以繼續繁衍後代，錯誤組合嘅生物就會滅絕。總結嚟講，因培多克勒嘅理論試圖調和赫拉克利特同埋巴門尼德變與不變嘅矛盾。佢承認萬物嘅多樣性同埋變化，同時堅持4種基本元素本質上係不變嘅，並透過愛同埋衝突兩股力量解釋世界嘅形成同埋變遷。雖然因培多克勒嘅4元素理論喺今日嚟睇已經過時，但係某啲概念就預示咗後來嘅科學發展。佢嘅理論影響一直延續至歐洲嘅中世紀時代，佢嘅基本元素會構成唔同物質嘅思想，同現代嘅原子理論有相似之處。此外，佢對後世嘅影響唔單止係科學，亦都延伸到文學同埋神秘主義。佢嘅詩歌作品啟發咗亞里士多德，甚至影響咗文藝復興時期嘅思想家。因培多克勒嘅世界觀勾畫出一個充滿變化嘅宇宙，由基本元素同埋兩大宇宙力量愛同埋衝突相互交織而成。佢嘗試融合巴門尼德嘅不變世界觀同埋赫拉克利特萬物皆流嘅觀點，同時延續米利都學派對宇宙本源嘅研究。佢嘅理論啟示我哋，哲學嘅進步未必一定需要依靠全新嘅主張，有時綜合前人對立嘅思想反而可以帶嚟更大嘅貢獻。呢一點正如後來嘅康德，佢通過調和唔同學派嘅立場，揾出中間點，並推動哲學嘅發展。你認為因培多克勒嘅理論喺今日仲有冇意義？定係佢只係通往更加深層真理嘅其中一個階段？歡迎留言分享你嘅觀點，等我哋一齊討論呢一啲哲學問題。因培多克勒嘅4元素學說主張，萬物嘅變化係源自愛同埋衝突嘅不斷交替。然而，下一集我哋將會探討嘅哲學家阿拿克薩哥拉就提出咗另一種截然不同嘅視角。佢認為宇宙嘅秩序並唔係由基本元素嘅互相作用主宰，而係由一種更高層次嘅理性原則心靈所主導。此外，佢提出咗種子論，主張萬物並唔係由特定嘅物質元素構成，而係由無數微細嘅種子組成，透過心靈嘅作用決定佢嘅發展同埋變化。呢一個理論唔單止影響咗後來嘅原子論，更加提升咗希臘哲學對宇宙秩序同埋運行機制嘅探索。究竟係因培多克勒嘅4元素學說，定係阿拿克薩哥拉嘅心靈理論更加能夠解釋宇宙嘅規律呢？下集等我哋一齊探討。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唔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大家一齊探討哲學，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我係 Jason，下次見。